大家好，我係黃以清老師。唔知道各位同學心底裏面有冇一啲好朋友呢？為咗維繫呢一段友情，你哋付出咗幾多呢？今日我要為大家介紹一本書，書中嘅朱先生同埋小松朋友雖然好唔同，但係為咗佢哋之間嘅友情，雙方都付出咗好多。而家就讓我哋一齊睇下佢哋嘅故事啦。朱先生和他的小小好朋友，作者繪圖艾力克斯拉提蒙，由米奇巴克有限公司出版。咦？朱先生個鼻從來都唔會吱吱叫嘅，呢一種情況一次都未有發生過啊！可是今日早上，朱先生個鼻吱吱叫個不停啊！食早餐嘅時候個鼻響度吱吱叫，就連沖涼嘅時候個鼻都響度吱吱叫啊！朱先生摸摸鼻子，好正常啊。去用鼻孔呼吸，個鼻好好啊。最後佢斜視望下自己個鼻，就喺嗰度，一隻小蟲站喺佢個鼻上邊，一面拼命揮手，一面吱吱叫個不停。朱先生話：你好啊。小蟲就吱吱吱吱咁樣回答。小蟲拼命咁樣揮手，似乎係好想跟朱先生做朋友啊。於是朱先生從車庫裏邊牽出一架單車，佢決定同小蟲一齊騎單車到公園。不過朱先生覺得由頭到尾只有佢一個喺度踏腳板。為咗補償朱先生嘅辛勞，小蟲送佢一個啱啱烤好嘅美味蛋糕。可是朱先生一口就吞咗個蛋糕，根本冇好好欣賞蛋糕上邊嘅裝飾。要唔要下返一盤棋，好讓你開心啲啊？朱先生就咁樣問啦。小蟲好唔容易先至下到一步棋啊！結果朱先生就瞓着咗啦。等佢醒返嘅時候，小蟲已經織好咗兩件一模一樣嘅冷衫啦，一件送俾自己，一件送俾朱先生。朱先生好鍾意呢件新冷衫啊，可是佢個頭都根本塞唔到入去。朱先生同小蟲都好傷心啊，佢哋咁努力做朋友，卻係根本行唔通啊。佢哋只好彼此道別啦。佢哋各走各路。朱先生剛走冇幾步，忽然颳嚟一陣大風，將報紙吹到佢塊面上邊啊！就係呢個啦！朱先生喺度大叫啊！我發現我哋可以一齊做嘅事啦！朱先生衝到電影院，請俾我一張門票啊！我嘅朋友只要坐喺我嘅耳朵上面就可以㗎啦，仲要一盒爆米花。佢哋差一啲就錯過咗開場啊！好彩小蟲好快就幫佢哋揾到座位啊！電影開始啦。當小蟲害怕嘅時候，就會匿到朱先生嘅耳朵後面。
當朱先生聽唔懂笑話嘅時候，小蟲就會響耳邊為佢講解。哇！電影結束之後，佢哋一路上都喺度討論緊剛才嘅情節啊。朱先生同小蟲都好開心啊！佢哋終於揾到共同嘅興趣啦。跟住佢哋又諗到更多可以一齊做嘅事啊！各位同學，你想唔想知道朱先生同呢位小蟲朋友仲會做啲咩開心事呢？想知嘅同學就要盡快到圖書館去借呢一本書《朱先生和他的小小好朋友》。今日嘅介紹到呢度為止啦，希望大家鍾意啦〜